孙总统赖清德5月20日就职典礼，将要比照国庆的规格，有史上上界大白的国旗，阁有海军的 S-74反潜直升机，嘛加入到国旗的机队。 吊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白国旗，陆军的直升机慢慢入场，后壁2台直升机伫保护。孙总统赖清德要伫520上任，有史以来上大白的国旗要搁上场。这面国旗是由军备局第209厂以降落伞的布料去做的，长18公尺，宽12公尺，面积超过65平，重量有45公斤。今日排练的时看起来无啥顺利。 尾风是属于顺风的方式，那顺风的方向多少对国旗的展旗会有一定的影响，所以我们会用前进的空速来让国旗做展开，地速跟空速的结合状况下，让国旗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。 为着520就职典礼，军方伫4月中旬就开始训练，国军总共派出12台直升机，对了刺女克甲2只乌鹰的国旗小队，另外还有2型攻击直升机，以及头一摆加入编队的海军 S 拐动式反潜直升机。 海军直升机首次加入展演梯队，成为一大亮点。不过，不同机型的直升机在外海集合的时候，其实也并不容易。在空中集合的过程中，因为是不同的着向，2个小队以呈现90度的方向，在长舞边做一个汇合的这个动作，所以在2个着向在集合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精准的调控2个小队在接近时的相对速度。 520迄天，嘛有快速机的梯队实施空中训练式。 空军 F-16V 换上2000 IDF 以及永鹰高级教练机，各5台变成大雁队形。通过总统府雷河小组，同款是最后的表演。A-3高级教练机将喷出红、白、蓝3色的彩烟，为总统府后壁冲场，为这个典礼做一个圆满的结束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